过来看到听到救护车呼呼弹，无让救护车先行，结果发生车祸。嘉义市中兴路和友爱路12路口，一只救护车载一个中照的病人，和厝内人要去病院，结果一只自家用驶经过路口的时，无让救护车先行，直接甲伊挤落。拢总轿车内底2个人，救护车7个人拢受伤。双方初步了解，拢无啉烧酒，详细车祸原因即马等咧调查。 一台救护车驶过路口，互另外一台轿车位边甲弄落。小姐，唔管警消安怎话，倒伫涂骹的2个查某人就是无反应。小姐，来我看一下。警消量一个心跳，发现这2个查某人情形真危险。不过另外一边佫有别个伤者。回想那边那2个好像叫都没有反应，那2个女的。现场乱糟糟，救护用品落甲柜涂骹。一台救护车伫半暝2点半经过嘉义市中兴路路口的时阵，互一台无让伊过的轿车弄到，正平头前脸当场落去。迄当阵救护车当要载一个病人甲家属过去病院。发现救护车上有1名呼吸急促的男性病患，立即请求支援。 事故救护车及1部器材车。车祸造成轿车顶的2个人，佮救护车顶的拢总7个人轻重伤，送去病院治疗。好佳在拢无性命危险。若是无让救护车经过造成死伤，会罚上济9万块，佮会吊驾照。民众一定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